我来念歌咯。昔时贤文花女谆谆，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飞来到德山地。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，你还会记得偌济？火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，哎哟崩空啦！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找我的过年啦？哪有？好容易，好容易，我不来去。麻粿汤啊，米糕、凉面、臭豆腐、大肠面线、八宝酥、心汤、鸡肉饭、萝卜饭、面。泡一杯咖啡，兄一个茶，医疗也来坐。讲戏出烧交杯，甲历史约会，找找故乡的爸母话。暖暖站门客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站门客电台制作，公司主持。饭面烧鸡肚看连汤，牛肉面、肉粽、肉丸，真好食。我是一个可怜的青美人，伫这个人生街头，咧追求活命正路，行来行去，拢找无真实平安安息的所在。啊，人生实在是真空虚，拢是忧愁、劳苦、重担，该目四围青青，无有拯救。只有是乌天地暗，行马路大定。灵子啊，咱踏着紧紧搁进行咱的路，看会通找到一个所在，互咱通安稳徛起也无。人生实在是一个黑暗的大海，风影哪好驶？除了死以外，拢无路。阿爸，哪行哪无路，哪找哪看袂着，拢是真荒废趴远。实在有影，咱已经找到骹软手酸啊。毋过，咱袂用即绝望，咱着继续努力来行，来找即个平安的所在。若无，咱就永远沉沦伫即个苦痛绝望的世间。但咱着搁行。你着带我的路，因为我拢是我靠你的引带。阿爸，总是前途真黑暗，蒙蒙雾雾，我嘛袂晓得要行倒一条路。凊彩行啦，若有较好行的路，就甲行啦；佮若有拄着人，就甲请教啦。凊彩对人的后面行，煞袂晓得。阿爸。我真野生，拢无气力通行去啦。咱来踮遮淡薄仔休困好无？可怜的囝，你对我安尼投位咧行事，实在互你真劳苦。总是拢是为着咱的幸福，但咱踮遮休困，你着毋通离开我，着爱牵条伫我的身边。
看命看命，抽签卜卦。若有人爱要得到成功、富贵、将来的幸福，就来就近我。我是八卦山顶的李智占卦，专伫即个人生街头咧找食的行马路的人。来啊！也是有人心内忧闷无平安，就来就近我。也是前途有啥物无明的事，拢通来我遮来相命。先生啊，你敢会当报我的路？你是啥物人？我是一个找马人，甲我的囝伫即个人生街头咧行马路。我是爱要到一个活命、平安、快乐的所在，通闪摒这世间的风波甲苦痛。毋知你敢知影，迄个所在，就要对一条路去，才找会到。好，你是爱要到迄个活命、平安、快乐的所在，对无？请你伸你的手互我，甲你讲。你就对即个街仔头行到迄个街尾，伫迄个街尾有2条路，请你照你的意志来行迄个中的一条，因为伫迄2条路的路尾，拢有你所要找求的所在。多谢你的指导，若无你的帮赞，阮爸囝就踮遮戆戆啊咧踅无路。愿你前途光明，得到你的幸福。你若有搁拄到啥物，通来遮问我。请你顺路平安。看命看命，抽签卜卦。林子啊，咱打着紧紧来去，毋通搁拖延。你着爱照即个老人所讲，带我来去。咱特别得到安息快乐的所在啊！阿爸，咱已经来到这2条路头啊啦！啊，到位啊对无？但对一条较好行，佮前途光明，你着爱斟酌看。正边这条是下下佮坎起来的山路，伫即个路尾有大沙漠；倒边这条是平坦佮好风景的大路，总是头前是雾雾黑暗。唉，但要安怎拍算，也无人通问，通佮因带咱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兄弟啊，你要去倒位咧？我是一个可怜的找马人，伫即个路头咧行马路，毋知影着行倒位一条路，才会通到即个安息、快乐、平安的所在。你毋知会通指导阮也袂？若是安尼，请你对即条下下搁坎坷的路来。我是即条良心路的和尚。既然有人爱要追求到即个平安快乐的所在，就对即条路来。伫即条路有修行的树林，也有禁欲的水池，有生活的小山，路尾就是西藏的沙漠啦。伫即个西藏有你所要找的平安、安息、快乐伫遐。安尼真好，请你紧紧带我入来去。万是咧，你若要入即条路，就要脱去你的俗衫、俗裤，也着剃你的头毛，佮爱用脚头爬入去。你的手也毋通摸着这世间的俗物。安怎？就安尼，才会当入去对无？是啦，对古早，既然有人要入即条路，拢着爱照即个法度，才会当入去。我完全无即个气力啦！我是一个软弱的找马人，他会通你照即个法度？
请你怜悯我，互我毋免安尼做，通入这条路，好无？梅英姐，你若有心要求你将来的福气，你就毋通惊艰苦。我家己无即个气力，通得到世俗的快乐。我是一个骹软手酸的人，安怎有法度呢？可怜的人，你的心神软弱，拢无有忍受的力，无有刻苦的心。但你请，我要来去咯。南无阿弥陀佛。灵子啊，当然要安怎？这个西藏果然就经过遐尼大的牺牲甲努力，才会通入去。个咱拢无啥物气力啊，但有啥物办法？兄弟啊，恁伫即个所在在找啥物？你是要去倒位？哦，这位老阿伯，你是啥物人啊？我叫做苏玉婆，拢伫即条大路头在带人的路。若是安尼，请你带阮的路好无？阮是伫即个路头咧行马路的人。恁是要去啥物所在？阮是一个受苦无安息的人，爱要找一个平安快乐的所在。毋知即条大路是要到啥物所在呢？即条大路是世间人大部分所咧行的所在，拢是真妥当，阁真有幸福快乐的所在。你若入去看，你就知迄个快乐到安怎。若是世间人大部分拢咧行的路，的确是真妥当，真确实才对。伫这内面，也有荣华的巴比伦，也有享乐的罗马，也有富贵的埃及。世界一切幸福快乐，包含伫内面。安尼，请你紧紧带我入去，我的心听了真火热。安尼，请你对我的后面来，就出在我带路。但迄间就是鱼家经。迄站是鱼影楼，迄座是享乐塔，迄个就是名声殿，个迄个就是黄金城。总是真可惜，我的目睭拢无看见啥物。是啦，你的目睭的确无看见，因为有无敌的乌云在炸咧，你就爱去拜求撒旦王。来甲你开你的墓地。好，撒旦王是啥物人？伊会开我的目睭对无？撒旦王是这世间的王，你若欢喜降服伊，伊要将伊一切荣华甲快乐，互你有份通享受。我为了我的生命的幸福甲快乐，欢喜降服伫伊的面前，请你紧紧带我来去找伊。若是安尼，你阁对我来。苏玉婆，你阁甲我带人来吗？感谢你的劳苦，你扶我的国度开阔。我的宽饼加添，你实在真重伫我。王啊，你毋通过头褒奖我，因为这不过是我的本分若定。这位细囝是对倒位来的？伫人生路尾得行马路的人，我就引带伊入来遮。王啊！我是一个可怜的青梅人，伫世间的行马路，找无有一个所在通安稳快乐徛起。王啊，我知影你的宽饼甲荣耀，请你互我有份伫你的国度的内面，
通多闪今世的绝望、痛苦，来享受快乐甲平安。你是一个迷路的人，安尼你毋免阁伤悲挂虑，我要互你专心我的国度的内面来安享快乐。总是你着万事幸福我。王啊，我欢喜照你的旨意来行。安尼，你所带的即个囡仔来交代我。哈，王啊，请你毋通分离阮，这个我所疼的囝，时常结连伫我，是我生命的帮赞，请你毋通分离阮。你着幸福我的旨意，我所欢喜的，拄拄是即个。需要无，请你将囡仔拖去禁伫我的家牢。囡仔，我要绑你伫家牢，对我来。阿爸，阿爸，救我，救我！毋通分离阮啦，请你毋通把我心所疼的囝啦。迷路的人，你着爱服从我，才会当享受福气甲快乐伫我的国内。若是你的囝是要成做你享受快乐的挚爱，你着交代伊伫我的手内。阿爸，阿爸求你啦！你敢无听我的声在吼救你？我煞尾的声，你敢无听到？我的囝有啦，总是我拢无度通挽回你啦。我的囝，我的囝。迷路的人，你毋免阁为着你的囝来提靠，你着对我来。我要带你来看世间的荣华。我离开我的囝，有啥物幸福？有啥物快乐？你得爱专心享乐，毋通阁想着你的囝。若无，结局你得爱受赶出伫即个永远黑暗的迷路。王啊，我要顺从你啦。安尼对，你得安心倚靠我。我要开你智慧的目睭，互你有看到一切的美食。只有一领乌衫，你若换一领乌衫伫你的身躯，你就随时会看见。啊，有影，拢有看到就对啊！满满拢是世间的阳光，黄金城、奢华的巴比伦、罗马、埃及，拢是真水的光景啊！有心识无？正我甲你讲的，拢是我的所有。你会当照你的旨意去享受，到你的心满意足。你的心所爱的，毋通禁止伊。我阁带你来看我的国度的百姓的生活。你对我来。钱哦，钱哦，要爱的人得紧紧来哦。我啦！见啊来拜我的人，我要互伊发财成富，笑落去哦，笑落去哦。钱是世间万项的源头，是人人心内的偶像。若有钱，家庭、社会、朋友就有平安快乐。钱是一切的原动力，有钱使鬼的下无。来哦，来哦，来就近我，我要互伊发财大好业。嘿，这个钱是什么物件？人人他会这么意爱？到底人是为着钱来存在，也是钱为着人才有？拢未明。人毋望对钱来得到快乐甲尊贵，还佫有快乐，可是毋知影为着钱的缘故，已经失落伊隆重的人格啦。你看伫我的国内的人人拢是咧追求钱财，因为人生的幸福、欢喜，
拢是根据伫即个钱，钱就是代表人的生命甲快乐，所以人人拢要拼命咧捡钱，钱也是一切平安甲快乐的条件。真，我搁带你来看一个所在。我半分，我安尼毋知有好势也无，我的衫毋知有好看也无。有啦，太太，你这领洋装真正水，是伫倒一间洋装店做的咧？这领是伫流行洋装店做的呢。现在的物件真正侪，真正侪种，互我穿到拢袂了。是啦，即摆的装头品嘛真侪，你看，互我挂到规身躯呢。是啦，咱的鱼营市近来有搁较热热，搁较车花起来啦。住伫鱼营市实在真心惜，逐日拢为着装头，为着佚佗真无闲。住伫即个鱼营市的人，拢无时间通伤心，也是挂虑啥物，通讲拢是真幸福。恁两个人是倒位仔的人，哪会装甲遮尔水？兄弟啊，你毋捌阮着无？阮就是住伫鱼营市的人，即位是毛丁太太，我叫做鱼华小姐。哦，鱼营市是啥物所在啊？鱼营市就是世间上热热、上娱乐的所在，伫遐的人拢无忧闷。逐暝逐日拢有戏，有电影通看，嘛有水衫通穿，有济济物通装塔，逐日拢为着遮的代志真无闲。富人人啊，恁所住的鱼营市，敢会通互人得到心内平安甲幸福？我是一个无安乐的人，爱要找安乐的所在。若是安尼，请你来阮的鱼营市做阮的市民，你的确伫阮的鱼营市会通得到满足才对。请你才来啦！人的钱甲地位，不过也是为着虚华无努打拼。鱼营市是一个车花佮闹热的所在，伫遮的人，逐日拢为着外貌佮快乐咧无闲。人伫即个世间，若毋是为着遮的事来咧做安慰，就请做一个无味无素的所在。总是伫迄款的所在，敢会通得到安慰吗？敢无别个法度，确实互人得到平安、快乐的满足吗？你还搁咧遐疑啥物？我搁带你来看享乐家人。啉落去哦，啉落去哦，无惊残园，厝底拢啉落去哦。只有酒会解人的心闷，互人袂记哩一切。世间是马马虎虎，啉酒解心闷以外有啥物路？兄弟啊，你啉即路是啥物咧？这哦，这叫做酒啦。心内忧愁、无平安的人，啉了会解心闷啊！你毋知对无？啉这落去，拢毋知影天地几斤。只有互心欢喜，逐项拢毋知影了了。安尼，这个是解心闷的药啊吗？是啦，这是无平安、绝望的人上好的药。啉了若随时着医治。阮拢毋捌放下阮的酒矸，所以不安，无机会通害阮。兄弟啊，恁咧做啥物啊？你毋知对无？阮是咧跋筊啦。你是啥物人？我的小名叫做乌鱼胶啊，阮老爸叫做乌鱼婆啊。阮兜住伫个基鲁巷。请你来去阮娱乐街啊佚佗，阮遐啥物款的娱乐嘛拢有，看要跋麦球，也是要跋竞马、荡球、跋牌啊，拢有。你若要得到人生的幸福，就来去阮娱乐街啦。
五六有人的心拢集中起来，致使无机会通少念伊的灵魂，想着伊的性命。你若要得到幸福，你该专心来享乐。但请你紧紧去，毋通阁犹豫，看你爱什么所在，你拢通去享乐。王啊，请你容允我去找你伫占卜，来甲伊参详好无？袂使去，你已经伫我的权力下，你若要享福我，来专心伫即个国内享乐。你的确会受赶出着永远黑暗的陷阱，伫遐夹个切起。唉，我离开我的囝，拢无有一丝刻的平安啊！你得要赶紧决断，毋通两有心。你看头前有一片乌云直直的来，迄内面有大风台。要来包围你，也无偌久，死神嘛要来找你，也要带你到迄绝望的深渊，我当要来去咯。王啊，万死咧！王啊，万死咧！看我要安怎拍算就好，到底伫倒位，才会通找到真实的平安甲快乐？所看的，拢是真无妥当，阁是无确实的。啊！我要安怎会通决断我的去向？我的心真着急，真忧苦。你看，风台已经到啊，乌云密布。直直金碗来，四围青青，风萧萧。这个是什么声？奇奇怪怪，亲像海涌嗡嗡响。这个乌影是什么？是什么奇怪？手举大刀，拖铁咧，有千千万万的死骨头对伫后面。你是什么人？我甲你有什么干涉？请你离开我去！请你离开我去！我就是死的神。什么叫做死？死，就是一切活命的迫害；死，就是万不幸的不幸；死，就是完全的灭亡；死，就是永远的黑暗。可怕的死！我甲你有什么干涉？请你离开我去！请你离开我去！你免惊，无有一个人会通闪避我的手。我要破坏一切，我要带人到这个绝望的深渊。请你唔通来破坏我的平安，唔通来抢去我的幸福。世间的平安伫倒落，世间幸福伫倒落，敢是拢是掠风掠影吗？这个是什么声？亲像海涌咧哗哗吼。这个就是绝望的深渊的全灵魂呼叫的声，伫地下咧吐开哀惨。我也要带你来到这个绝望的深渊。哎呀，我的心艰苦到极，拢无有活命的愿望，拢是死的上本。绝望的上叫，唔知有什么人要叫我脱离这个通惊的绝望也无。我的心亲像打动打，我的骹手拢无力。乌天地暗的深渊，倒位有我的拯救？有什么人要叫我脱离这个痛苦的所在？
这个是什么声音？好听，亲像天顶的乐器。这个声，敢毋是我所咧愿望、所咧期待的声吗？这个声满满感动我的心。这个欢喜的声音，搁一摆互我的愿望，搁福倒转来。这个声音，亲像微光照伫我黑暗绝望的心。兄弟啊，你太坐伫即个黑暗的所在，你伫遮创啥物？我是一个绝望无路的迷路人，行驶伫即个世间，爱要追找真实的平安甲快乐，却是哪找哪无，烦恼陷落伫即个黑暗的深坑，找无拯救。兄弟啊，请你毋免阁绝望，因为耶稣有为着拢总绝望迷路的人来到世间，互见啊求叫伊的名的人会通得到平安快乐。耶稣是啥物人？他会有即款代志？耶稣就是上帝的独生囝，为着世间人的罪来受死伫十字架顶，要救见啊死伊的人，毋免沉沦，会通得到永远活。先生啊，这个耶稣敢会救我脱离这个绝望的深渊？会，人伫魔鬼的手里，沉沦伫罪恶的内面，遇到绝望无平安，光景非常凄惨。却耶稣要救伫罪中咧绝望痛苦的人，伊伸开双手在叫讲：见啊劳苦歹重担的人，就来就近我。我要互你得到安息。兄弟啊，你着信迄个救世主耶稣，伊着要随时救赎你脱离即个绝望的罪恶，甲黑暗的死亡。兄弟啊，我欢喜来受耶稣，先得到伊的救赎，请你应我。你着反悔认罪来除去你一切罪恶，搁煞通领受水甲圣灵的洗礼，互你成做新创造的人。咱人出世竟然带罪，就属魔鬼，逆天一背，照天逆断，就受刑罚。加在上帝至大恩惠，才遣圣囝担当罪过，互咱永远免得受死，颠倒会得永远福气。你有甘愿认上帝做你的天父，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圣神做你的保惠师，搁要真心信靠伊也无？我袂。你有真是反悔你的罪，决意信靠十字架福音，来得到赦罪的平安甲神的活命也无？我要安尼信。安尼好，请你徛起来，感谢主，阿罗主。救恩亲像满背流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阿罗主。你看天开，天使群集，银丝俄罗。哦，荣耀的十字架，为着我流出宝血的十字架。哈利路亚！哦，我遥看到我所疼的囝，灵主，灵主啊！你当转来伫我啦，对无？阿爸，主耶稣的十字架有透放咱的锁链，这支就是咱得救的记号，是耶稣死来攻破魔鬼的头的。当恁免阁拄着分离，通永远伫上帝疼囝的国来享受快乐甲平安。请你永远牵掉伫这支十字架，你若牵掉，撒旦就无法度阁通害咱。死实黑暗也无阁管辖咱，请大家来认识阿罗主。
今仔日的台语文学广播剧《迷路的人》是由黄怀温原作，小林村改写，王叶红赖教师编剧。剧中的人物：青眉人赖教师演出，占卜恶魔教导王团结演出，和尚财神周汉牧师张家济演出，苏玉宝市民太太陈美云演出，灵子市民小姐杨派玲演出。